佫会当佫较大声。我咱的歌声上源为圣地，咱受受菩萨的恩赐，咱亲像安那上帝透过歌词甲你启示。咱毋通讲平时拢看圣歌伫咧念哦，伊啊教会嘛平时拢讲圣歌伫咧念哦，咱所有个就摆来上甲圣歌过，吼，咱会当做伙吼三个来，吼一条圣歌来念，咱做伙过来一摆。兄这平安，互咱同心来敬拜上主。咱来吟回情的诗，42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
求你施大恩，互你的路步，互我通遵探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互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你的教示是我所喜爱，是我的道士。咱要来吟圣诗第258首，吟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书读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咱的主。伊对圣情老太，对在节母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迎来受苦，定是给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感谢你全能的爸上帝话语，伊要对我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上通，随下面用配告我，永远活命。请坐。咱要来交读经文第32。经文第32，我来客请咱兄弟来读。经文32，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为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情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
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当心阿头来祈祷，主比疼痛的上主，你的慈爱永远伫咧，你的公义正直一直运行无变。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乎上主。主啊，阮用祈祷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愿你按耳孔听阮迫切的恳求。阮要用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主的殿院，愿你指示阮活命的路，互阮通得到智慧的心。阮用敬虔的心灵来敬拜你，愿你感恩。阮用谦卑来服侍你，主啊，愿你提升阮。有当时，阮的骹步踏出去，求你用你的慈爱来扶持阮，求你伫阮患难艰苦的日，安慰阮，互阮安慰、安稳、自在。阮若伫忧闷、看路的日，你的圣神不定时用话讲出的土气，替阮来代求，安慰阮，扶持阮，互阮的心情欢喜快乐。上主啊，求你欢喜拯救阮。主啊，求你紧紧帮助阮，互阮通日日保养你的信实甲救恩。愿一切的称赞、颂扬归乎万邦万国的上主，对永远到永远。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现时建歌队要带咱大家用我的心得着俄罗主来俄罗上。我的心里流浪。
咱来强守上帝话，记来伫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的第1节到12节。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的第1节到12节。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甚至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靠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对恁逐个人讲，毋通将家己看做上悬，着照上帝赐予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慎重评价家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逐个肢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虽然咱有真侪人，毋过伫基督是一体，互相做肢体。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同的恩赐。宣讲信息的人，着符合信心宣讲；服侍的人，着专心服侍；教导的人，着专心教导；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真济的人，着慷慨；领导的人，着热诚；做慈善的人，着甘心乐意，听着诚心诚意，着怨愤歹，坚持好，着用兄弟疼，互相相疼，着用真心相敬重，毋通评断，甚至着热诚，继续服侍主，着劝愿望来欢喜，着忍受患难，着不时祈祷。牧师今仔日要用献上活祭来证道。欢迎这平安。拄仔大家带大家来吟诗吼121首。我会晓看无着迄个荧幕诶，因为我爱换目镜才看有。我爱有两支目镜，即支目镜是看近诶吼，足清楚；看远诶无清楚。即支是看远诶足清楚，看近诶足正力。所以即支目镜吼，互我真麻烦，看近诶有当读圣经啊、拍电脑真麻烦。所以得有两支目镜。什么时候我有今天要换2只眼镜？我伫想着讲，我到今仔日啊，本来是安怎年岁渐渐大，少年的时拢毋捌想着讲会到迄日，从来毋捌去想过。搬厝的时阵，我迄边着我读册的相片，对于专科到新学院，哇，真正是两样的人。较早吼，身材恶瘦，即摆是巴肚够大圈的，差足多。我较早有头毛总浓密啊，佫翘的，即摆头早头毛一直烂。所以咱嘛想着讲，咱有到即个今仔日的时，咱想着讲，少年的时，迄种青春甲快乐。在座兄弟姊妹，在座的少年人伫当落，咱即届中会中一份来讲，年轻人在哪里？我咧想，我向后看的时候，我人生往后壁看的时阵，伫咱教会我向前看的时阵，我勉励各位青年朋友兄弟姊妹，你有一天也会跟我一样，
特别现在手机用了很多，你若无抗蓝光，你的眼睛会更老化。特别是伫足暗的所在，恁嘛咧用手机对目睭、对咱的视力，这是真大的一种考验。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有热情。除了有热情以外，顶礼拜咱有感受到即个新人茶会、新人茶会的迄种的热情。但是如果你的教会，咱的教会若无活泼，没有活泼，而失去了，会失去多。因为有的人来是爱感受到，除了你的热情，阁是教会活泼的气氛。愿主先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听人主，我满心感谢落你互阮经历主你的疼，因为即几日是清明，大家兄弟姊妹去陪墓，去追思亲人。愿主你的阳光甲阮同在，引带阮，互阮对于阮的长辈来得到侪的回顾，以及因所留落水的脚迹，有诚侪阮的帮助。以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时咱去食饭，去餐厅用餐，会讲，即个月的寿司，咱后尾拜要庆祝，咱4月份过生日的人，你若是即个月寿星，通常拢有甲你折价。你若搁好当日过生日，有当时佫会送一个好的物件。旧年有咧团客年尾的聚餐。拄好我12月生日，伊就送我一个油饭。迄拢是从餐厅真好的用意。搁有的餐厅讲，你的名若有啥物字，就甲你拍折，甲你优惠。正常有一个新闻讲，你的名若有鲑鱼，鲑鱼食免钱尔，所以人就专工为着鲑鱼去改名叫鲑鱼。但是我甲你讲，伫咱的教会咱嘛有鲑鱼。因为荣耀归于主耶稣，咁对不对？你拍破了，大家放心。愿上帝先帮助咱，互咱知，咱渐渐到清明的前后，咱拢会去拄着过偌济。即个月咱今年过偌济是伫4月20，后礼拜咱就要进入中秋主日。咱无用中秋节。中秋没有中秋节这个节日，只有中秋主日。迄个主日是中秋主日，因为八是耶中秋期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徛离入来教义圣城。咱今仔讲献做偌济？咱的周报是12节我准备到8节所以有4节先加出来。咱的词汇是好要紧，因为到19、12节嘛是最后咱偌济爱行出来，对啊，毋通白看，爱诚实，遮个拢是咱做偌济真重要的价值。4节甲偌济的差别伫倒？你今日来到现在，你是献4节还是献偌济？你本身是有好吸还是无好吸？新月本的标题叫做服侍上帝的生活，就是对即段的经节讲服侍上帝的生活。咱是用咱的生命咧服侍主、服侍上帝，咱毋是用死来服侍上帝，因为只要咱入去世间，咱就无存在即个空间的内面。所以死甲活有啥物个差别？死者是放伫个功德的顶面。伫祭坛顶面，才会动物，才会精生，也是才会果子。所以从教观来看，这其实真早就有人献祭。伫祭坛顶献祭，其实是伫足早以前就开始。所以咱伫仪式所献的祭物，这是宗教仪式真重要的一部分，包括献处事。现在咱的民间宗教，因要搁献伫功德顶面，才会
动物动物或者是谷物，也是遮植物来做因要互遮个因所献的对象。要来喊嘛献伊的囝，但是这是迦南人所用的一种献祭仪式，就是献伊的囝。这是上帝所要欢喜的，但是上帝用安尼来测验，也要来喊。所以后来人有想法改变，咱用这祭祀变成一个仪式旧约咱献真侪只的牛羊，嘛是用瓦来到圣殿，然后伫圣殿遐甲伊处理，然后火遐个火。然后家己遐献迄个烧祭，这个味是上帝所欢喜。对着时代改变，咱进入到即个信仰，伫耶稣的时代咧批判献祭的行为，竟然错误到伫圣殿做祭米的交易。所以耶稣袂当永远的代志，就是将圣殿看作是啥？华语圣经跟我们讲贼窝。该当作是插手，伫遐交易，这是宗教人员的对待。说毋无，圣殿毋是基督的殿，所以咱教会是圣所，是拜上帝的家，嘛是咱的家，是基督的肢体，咱来诚做基督的殿。所以活祭是有生命，是伫你的生命中间。用你的一生来回应上帝。美国早前有一个宣教师名叫安德伍，伊是长老教会宣教师，嘛是一个教育家，嘛是一个翻译家。伊细汉时阵有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就是伊每一届伫主日学奉献的时，伊拢目睭揢揢。伊的主日学老师发现讲，为虾米你奉献只有基督，你无奉献？安德伍就甲讲，老师，我实在无钱通奉献，但是我用我的身体代替金钱奉献给上帝。细汉的安德伍就后来成做宣教师。伊的事业虽然伊毋是来台湾宣教。但是伊伫亚洲来看，伊对迄个国家有真大的帮助，有真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囡仔大汉了后，成做美国初代的宣教师。早前咱较无美国的宣教师因为咱是对英国苏格兰北部是对加拿大。早前咱较无美国的宣教师。你最看咱新相士咱新版的相士，伊有伊歌词的年代，有伊写有伊歌词的作者，有写曲的作者。你注意甲听，美国的相士加较活泼，欧洲的相士会加较安静。你看到美国的相士，你注意互甲听，伊会加较轻快。加较轻快，这是我发现到。然后第尾10个相士一定会写明，人已经要进入天庭，进入天国，进入永生，进入永远。我讲伫第40个歌词。保罗看免咱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这个事奉是理所当然，所以咱献咱的身体诚做活祭，这是理所当然，是上帝所欢喜，嘛是今仔日咱的根据，咱的主题的经节，献上活祭，着献活祭。所以咱毋通献死的物件，献咱家己本身，来互主欢喜。咱信徒，咱伫宗教仪式的顶面，咱的祭米的转化。咱的祭米的转化，就是咱进入新约的时代，咱无搁伫圣殿，无搁伫教会咧抬牛，这已经诚做过去。上无就是讲，伫感恩节的时较庄开教会，因搁将遮个因修成的物件带来台前，献互上帝。
但是有诶，即摆嘛无因家己种做，拢是去菜市仔买。我捌拄过安尼教会吼。当然有诶教会有诶会友伊献地叶，啊，这地叶真正是伊家己种，吼，伊就是真正咧种地，伫山顶有地。啊，这物件了后呢，但是大家做伙分享，啊，教会就真做教会共用诶地，人客来就用遐地叶泡人客，吼啊团契聚会嘛会当使用遐地叶。等等，遮个有真侪教会伊有无相款，吼，无相款因诶方法。所以这物定对死个来转化做活，上帝良善欢喜顺转，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无受死个礼物，无受死个祭品，对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活活伫十字架顶，成做迄最后献的羊羔，伊的血来代替羊羔的血。所以上帝无收伫讲道顶面的遮个这死的动物的祭物，包括耶稣时代约瑟甲玛利亚有伫耶稣所献的迄对的家水，甲迄对小小的家水，耶稣上帝已经无收惊。上帝要收的是人的心灵，人对天父上帝的忠诚。也是咱全人，咱的全人，有讲全人奉献吼。虽然对献工、献心、献力、献乐、献歌、献声、献你的专业、献你的才情，这是宗教仪式顶面的祭物的转化，就是咱全人，咱做工，咱用咱的心，用咱的力，用像献歌队因献伊的歌声。亲像拄仔的侍奉者，伊抒情，伊献伊的才情，伊献伊的专业，甚至咱的总庭遮个花花草草，有人用伊所学习的，伫学校所学的，当时爱应培，当时爱家压水，互咱入来看到遮个花草，心情欢喜快活。伫咱的厝尾顶有人伫遐种菜。一个月尾就收成一届，搁预备互咱买着无使用过农药的遮个蔬菜。即嘛是个月尾才一届尔定。愿上帝想帮助咱，就是用你的专业，用你所学来帮助咱的教会。咱着献活的祭物，毋通献死的祭。这是保罗先生所甲咱勉励，甲咱劝勉。信徒通常咱理想的祭是啥？咱毋茫讲一教会爱有组织法，对，咱的教会是有组织的教会。咱爱有虔诚的礼拜，是，咱爱有虔诚的心。第三就是要紧的事，就是咱的奉献，爱奉献。因为圣经嘛甲咱讲，着献1/10，互上帝库房安那有教养，所以爱有丰富的奉献。我捌去拄着，我少年的时，捌做过阮迄区青年部迄个区的区长，因为青年主力交换讲台，吼爱请人报告，我着交换去另外一间教会。拄仔好电梯关入来，就剩我，甲一个长老，甲牧师3个。即个长老着，可能代志足紧急的，伊着摕就摕钱庄牧师迄银行迄个教，咱见到的钱爱紧设法无互咱欠钱。我听者我知迄间教会人起啊，所以有电梯着为着后个月银行要扣款无钱扣着无存款伫遐，长老咧着急啊！我看牧师安尼安然自在，所以我上帝帮助咱欠用的，上帝甲咱补助。所以这是信徒咱通常理想中的祭。
第二，咱着献圣洁的活祭，这嘛是保罗甲讲，是咱真实的家己。圣洁的活祭，就是你真实的家己，就是咱真面目，就是咱无戴面具、无化妆的你也无伪装啦，也没有修饰啦，就是跟你原来的你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你上爱的清楚。今日你戴一个面具来到教会，我看你的面，甲平常时看是完全一模一样。总是你的心有啥物种的快乐，有啥物种的忧愁，有啥物种的烦恼，还是有啥物种的欢喜。其实我嘛无法度完全来摸透你的心，只有上帝知。所以咱当要做圣洁的活祭，咱去想看卖啊，迄就是一个你无包装啦。你无伪装啦，也没有伪装啦，你也没有穿西装啊。这四个人，我是倒一个？蓝色，那你猜对了，应该要给我奖征答一下。对，我真正穿西装，因为圣诞节爱一场表演，按两个张罗，按两个团购者，然后用敬礼去表演，然后穿这个戏服，我是用硬币上台的，或许那个就不是我，但是我跳了就是嘛是我，因为我嘛是跳了足专业。所以一个你的无包装、无伪装、没有伪装、没有西装，这才是你，就是你原来本性。咱当作歌星、影星拢真水嘛，因卸妆了后，甲咱拢差不多啦，你要相信。所以有当时新闻讲，抓到野生的某某某影星，抓到某某某野生的歌星，连张忠谋当下令头家的时候，当署长的时候，伊坐有一届坐讲大众运输，去有人讲，那不是张忠谋吗？逮到野生的张忠谋，所以人有野生的，人嘛有当时变野生，所以伊伫台顶甲台骹，咱看到伊。有当时是共款的，有当时是无相款的。当撒母耳要割我，代表的是上帝提醒伊，伊要成做犹太人的王，毋是看来，毋是看外表，是看内心。上帝对撒母耳讲：你毋通看这外貌官大我无敬意，因为耶和华看无亲像人咧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上帝是看内心。一个搁较外貌搁较水的明星，咱有当时嘛看袂出伊到底是真诶人，还是假冒伪善诶人。伊所演的戏，伊所唱的歌，也是伊生活的领域，咱无法度真实了解伊。有可能伊演好人，但是有可能伊真歹。伊负面的新闻真侪，有可能伊演歹人。但是其实伊的心真善良，因为咱看的这戏剧拢是伊演出来，毋是伊真，有当时毋是伊真实的伊。保罗甲讲，咱着用家己的身躯做者是我，就是咱原本的自己，这是原本真实的本相，咱毋免刻意去包装。路加福音有记载一个法利赛人甲一个捡推红的祈祷。这法利赛人讲，我无亲像边仔迄个人，上帝你甲我看做是伊，但是即个抽象讲认明我即个有罪的人，这就是亲像你无包装，毋免化妆，毋免伪装自己，就是你原来家己，你讲出心内真实的家己。上帝是感人会甘心乐意。伫旷野，耶稣伫旷野讲道，你要落山到食饭的时，有一个小朋友临时迄耶稣的门徒安底咧叫着，甲找着。这个囡仔摕出伊的五暗铲出来，竟然是5个大麦饼，两尾鱼。两尾鱼，你毋茫讲迄是啥物沙巴鱼，还是啥物足大尾？我甲你讲，迄个就是鱼干、鱼干晒干的，才有当炸咧走。无阮若青的，无煮熟的。无法度放一步，甚至一日拢无够，就歹去。
所以这是一定是拍打的，项互熟，会当早咧行。5个是大麦饼，小麦通常是做米粉，大麦较粗，这是一般的人咧食，甚至是甲中低层的人咧食。所以这个囡仔是来自一般的家庭，又安在咧厝内面。这个囡仔，伊讲心内甘心乐意。伊若是要往到衰啊，即顿无啊，迄样没收去啊，冲讲去啊，无得食。但是耶稣透过两个饼啊，两尾鱼5个饼，耶稣摕着即5个饼两尾鱼，仰天祝谢，然后拍开来传互门徒。伊种来面前，佮将即两尾鱼甲掰开传互人，大家拢食，佮食饱。门徒食，将这幼啊，将这饼脆、鱼脆，拢甲伊扣满起来，竟然会当抵12个拿12克。所以耶稣伊无讲，哎呦，这是哪来的东东啊？耶稣没有排斥，无看起这5个饼两好鱼。我上帝帮助咱，即个囡仔甘心乐意地甲摕出。所以生活的真实，耶稣嘛欢喜接受一个囡仔伊的午暗餐，伊的一顿。虽然毋是讲真有名的啥物饼，伊若无讲安德烈啊，伊着去问一下啊，泡薯条、炸鸡无啊？无嘛。所以耶稣袂去气嫌是5个大麦饼，也是2尾鱼仔干。耶稣摕去即个平凡囡仔日常的一顿，毋是山珍海味。耶稣接纳一个小朋友，伊的热心、好意、甘心、乐意来摕出来。所以咱活济的本质，第一就是咱真实的本相。咱现代人讲饮食的方法，就是安那食伊的原味。我用食伊的原味来讲，就是真实的你家己原本、原来、原味，就是你真实的本相。先知阿摩斯讲，我掩护拒绝恁的祭祀，嘛无爱你的严肃会。我应了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佮咱讲啥？恁迄小法者素者互我嘛无要接受。恁肥的精神做平安节，我嘛无要接纳。都已经献肥的，都已经献上肥的，上帝讲伊嘛无接受。我不悦纳，不悦纳。23个讲，得互恁的歌声，安那伊求我，恁弹琴的调，我无爱听。要使你们歌唱的歌声，安那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伫旧约阿摩斯就安尼讲，所以读经班，若有读过阿摩斯多是前几礼拜的时间。所以印象一定足深。为什么？以色列人现在坐上帝无欢喜接纳，无欢喜接受，甚至连伊的诗、连弹的琴拢无爱听，因为安那太虚伪了，伤虚假去啊！恁现的是甲平常时是完全无相反，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已经离开上帝。犹太人的心拢无伫上帝的心上，就算讲甲上肥的精神牵来圣殿，上帝嘛无感纳肥的精神的平安节。上帝要爱是啥物？就是你家己忧伤痛悔心，这是大笔所写的，就是伊犯动做了，家己悔改认罪，讲上帝啊，你所爱做是痛悔心的忧伤痛悔心，你安那？欢喜接受，愿上帝帮助咱。有时咱身体欠咱需要代祷摕出来，上帝嘛欢喜讲，你愿意互人替你代祷，毋是造成你日常生活会无方便。除非你家己有法度克服家己，你有法度家己处理家己，拢无需要上帝，无需要兄弟姊妹来替你代祷。所以连大笔就讲忧伤痛悔的，
上帝无要看轻，愿上帝想帮助咱。上帝怎样爱大饼，就是伊安那愿意献上真实的家己，将忧伤痛悔的心来放伫上帝面前。所以人通常拢无介意破碎的物件。你要拣物件，有一寡瑕疵，你通常拢袂拣即个物件，你搁伫遐拣来拣去。你若去大卖场，你看物件，讲稍微有一点点，人就无爱啊，人拢嘛要拣迄完整。但是安那，上帝却欢喜人破碎的心、软弱的心、甲受伤的灵。所以上帝迄个是无相款人会甲讲，所以上帝的路拢悬过人的路。虽然咱顺服来明白上帝，耶稣伫十字架顶真做搬过最后的羊羔，耶稣是人爬不堪。后礼拜咱就是即个受难主，对拜四开始到拜五，这才是真实的。伊连外衣拢互摕起，拢互即个兵丁甲摕起迄个黏扣，看啥会当抽到上好的即块，连即布了有人要爱。你看迄个时阵物资偌欠无，一块布拢是足珍贵的，无像咱即马，你去路边看到迄旧衣回收，迄拢满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规个布拢满出来，迄旧的衫咧满出来。你当时遐看，有拢是名牌货咧，还有的还是蛮有牌子的啦。搁是像有牌子的衫咧，毋是在俗啊货。哇，你看，迄拢无爱啊！即摆咱的生活过得太富裕了，所以阵连耶稣的时代是耶稣的外衣拢互阿兵，拢遮落马兵丁甲伊摕去甲伊黏扣，看啥会当抽着较好的迄块是较大块迄块。所以连耶稣是人爬不堪，真实的家己伫最后受难的时。咱顺服明白上帝，就撒母耳讲听命赢过献祭，顺从赢过才会羊感，才会羊感的油啊！所以听谈比献祭较好，听谈比献祭较好，顺谈安那赢过羊感的油。罗马书12章第20甲咱讲，毋通合适，毋通对着即个时代，毋通去世俗。毋通去互世俗同化，但是咱想看觅啊，咱的是信仰，提醒咱信仰毋通世俗化。教会绝对毋通世俗化，虽然咱用选投票的方式，这是民主时代，这是咱中央教会真好一个方法，用投票投票，还是举手表决等等遮。但是千万毋通有背后的操作，叫做安那世俗化去。连牧师有当时嘛要家己以外人起来，伊嘛家己世俗化去。我捌拄过啊，真诶啊！最后这个牧师就是爱离开啊，是啊，所以咱毋通去世俗化，而且咱的教会爱心意敬心，心志爱敬心，这嘛是保罗所甲咱勉励。所以咱礼拜爱有改则，爱有定心，咱做一个调整，就是讲咱无爱互咱的仪式已经僵化去，已经定化去。咱互咱的仪式有一个空间，会当互咱的会友较侪参与伫内底，是毋是？所以加一个诗歌是要叫恁大家唱歌，是要听着咱的会众，咱的诗歌歌声充满。规个教会，规个建筑物迄种，无采咱的教会是跳高，咱也拢无唱歌啊，咱找拢安尼，有个人搁挂嘴啊，我真正毋知你有唱啊无唱，只有上帝知啦。但是你无挂嘴啊，我就知影你有唱无唱，这是足直接的啦。但是我着无啥爱唱，我袂强迫你啦，我袂甲你点名做记号，这是你甲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来到遮，你有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敬畏上帝着，这较重要。我妈妈无读过册，因为伊迄个时代查某的
足可怜的是，拢查甫的读册，查某的无读册啦，所以伊毋捌字。伊就是来到教会，有人甲伊教罗马字，伊对罗马字读圣经，读，啊伊拢啊，拢坐头前迄位，坐林牧师迄位啊，大家通坐迄位啊，摇滚区啊。演唱会票最贵的就是那个位置啊，就是迄位啦。哦啊，票价最低的是哪一个位置？这是你想的，不是我。我甲伊讲，你即马等大巨蛋，还是啥物小巨蛋，不管啦吼，就是在歌星伊要开演唱会，迄票是有分悬有分低。莫讲演唱会，你看一场的棒球的比赛嘛有分票较悬的较低。伫电脑拢会当去拣啊，你第几号到第几号，即马买票真简单，你着去便利超商，着去拣，你着会当买票，不管是演唱会、展览会、球赛，我嘛有去买啊。我想我着敢若会当300箍尔，无我着买一位啊。结果你要到现场，哇，好遥远啊！迄看到迄投手是安尼。啊，人迄开1、2000箍的，伊就伫咧摇滚区，啊，佫有啦啦队，哦，看球看足时，跟咱看啦啦队跳舞，哦，甲加油，是毋是？所以咱教会这礼拜，我想先我对永远袂坐遮，也无坐遐，但是咱会众，啊，愈坐愈远诶。第一摆你也看无人坐，第二摆也无人坐。即种上贵的位好啦，第三摆有场啊，伊拢得固定坐迄位。哦，当然我希望讲咱有当时啊变动嘛，莫讲迄位怎便利的，莫有人吼一个新的人朋友来到教会都坐伫迄位，迄个后壁人讲少年的，伊坐伫我的位啊。咱教会应该是无安尼啦，咱教会看，你要坐对，在你心内欢喜。咱咱心吼变即个。咱世上吼，这世情就是莫有俗世的想法，吼，咱若有上帝的眼光，毋通世俗吼。但是咱的心爱有变化，吼。保罗的意思是讲，咱毋通对了受着即个世间吼人情风俗吼去浸染，不是污染，而且你着去捌着就对啊，安怎对世间。哦，会风俗咧行，哦，咱毋通有这俗世太侪诶，即个影响，侪人的这观感吼，观感的影响。这变化是继续不断的过程，毋是单一事件。所以爱脱去遮旧的思想观念、眼光甲看法，接受上帝的教导。保罗伊讲莫世俗化，但是安那，伊嘛毋是讲叫咱着一直爱拢不变哦，互恁通分别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会旨意。礼拜，咱礼拜的更新是一直咱咧调整。你若是马丁路德时代礼拜，一定毋是亲像安尼。圣诗还袂完全写好之前，遐人安怎唱，伊唱啥物歌，你去想看觅啊。咱圣诗有诶一定是足旧啊，18多少年做的，上有诶圣诗有较旧，无几首，但是拢差不多18、19，有诶即本2009年圣诗有加入最近民族诶，遮各种民族诶诗歌等等遮，嘛有现代。譬如讲，天边有恁真正大，伊是谢宏文唱的，伊着即块土地，祈祷，迄著是较现代的歌，等等遮。所以咱人的智慧是一直咧领受上帝互咱，你有感动，伊就透过诗歌来写来，像咱的周报有写120，咱即首圣诗是安那来？即首圣诗是原来240人，所以求上帝帮助咱，耶稣奉顶是价顶。互咱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只有行即条路，就是爱先顺服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帮助咱的肢体，所以咱会当互上帝的诫命
是照着家己的温顺来侍奉。第30就讲，靠着安那，靠着上帝互咱的温顺，对逐人来讲，毋通将家己看伤悬，安那将上帝赐予咱逐人信心的分量来评估家己。虽然将咱的本事本领甲献予上帝，但是咱无自高，无看做悬，是安怎？照着咱会当侍奉的，凭着信心来帮助咱的教会。49、50就甲咱讲着讲，这机体安怎？就是耶稣的机体，基耶稣机体，伫基督内成做一体，成做互相做连结的机体。保罗常常拢爱用这机体做一个比喻。所以咱教会侍奉是咱拥无共款的温顺，来利益基督的身体，着谦卑家己，要有信心的即个凭据。你是咱侍奉，咱教会的侍奉这种无共款温顺，无共款的作用，利益着基督的教会，谦卑着家己，信心的评价。这侍奉的经验是非常的宝贵。你的学习，你的经验，你的历练，这种真好。你有偌济才服侍，就超越你偌济。所以你献上家己，就是献上家己所学。我妈妈虽然拢坐摇滚区来讲我妈妈唱圣诗拢足大声，唱无准伊嘛唱足大声。上帝就听即种你的心，你就是甲唱出来。你莫烦恼，你唱准啊无准，你是唱互上帝听，你就是唱互上帝欢喜，你就是吟诗，就是吟，你吟出来到上帝遐拢合音啊。布农族讲八部合音其实毋是8部啦，是一人一部啦。现在因的人讲，不是8部啦，就是每一个人都1部啦，只是唱到最后他自己调整他的音太高太低就变成8部。其实真正女中音有女中音跟男中音的，我会记得那个女的超高音跟男的超低音的。你若讲打4部，伊可以当个分出来，迄8部差不多啦会使。所以咱的教会嘛，上帝帮助咱。伫咱保罗所甲咱勉励，专心侍奉，专一做即事，劝勉台语叫劝化，华语是劝化。所以遮个拢是咱真好的侍奉，对60到80所以咱遮慷慨、真诚、诚实、施舍，热心领导，做领导的人一定爱热心，做中职的一定爱热心，温困治理，甘心乐意做诸善，甘心怜悯，遮个来帮助咱。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将家己献做活活的祭，诚做上帝心目中圣洁的祭。把你的温顺，把你的才情，把你的才能奉献予上帝。为上帝活着的人，才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愿每一个人拢过着安尼生活，同心来祈祷。遐项主，阮毋是死的人，阮是活的人，阮是有灵有气的人。因为主你将你的灵分伫阮的身躯，互阮诚做有灵的活人。阮有思想有思考，心思意念，互阮无对着即个时代怎诚做世俗化。阮爱心意更新，伫即个世代，阮爱调整阮家己，求上帝帮助。阮愿意用阮家己诚做活活的祭，互主你欢喜。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吟圣诗第548首，我是为基督，请兄弟站起来，大声来吟。我
这请坐。我来报告甲通知，为报告大先咱先来读即礼拜的经句。即礼拜经句因迄个大本咱排落吼，咱只有读即个现代台语的本，我来读一遍，请咱兄弟来读2遍。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的。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罗马书12章第1节，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罗马书12章第1节，搁一届。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罗马书12章1节，咱看周报的第3页，后礼拜的事项表，遐咱有事项的同工第2，过来到会周报第4页，咱。今仔4月份开始咱有用2009年版的圣诗伫礼拜前有即个吟诗歌互咱大家大声来吟。过来，即个书会读经了的回应诗，圣哉圣哉的，咱暂时来甲取消过来甲大家报告者，因为顶礼拜清明敬祖即个。对书影片因为跑因有小可故障连接袂起，有真侪兄弟无看到当然咱直播是有啦直播有看到所以讲咱定伫即个过偌一个礼拜，迄个礼拜咱要等咱即个单枪稳定因为试看有稳定的时阵咱搁来伫迄个过偌一个礼拜中间咱要来搁一届来报送过来，教会消息咱兄弟为着要互咱的敬拜哪顺序咱兄弟毋茫提早来教会保持安静来吟诗。过来，即个基督会要为着温柔小组，小组来祷。过来，后礼拜开始是中秋主日，纪念主耶稣受众人欢迎，等于耶路撒冷。毋茫咱的兄弟用耶稣做咱性命救主，愿意将伊牺牲的疼来分享出来。后礼拜日要召开4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来出席，若需要请假，请黄明典执事来请假。第5点特别甲兄弟报告，咱4月14，就是后礼拜一开始，每天。拜1甲拜3，咱教会拢有祈祷会，然后拜4，咱要刷到伫中原教会，这是台中二区的受难者联合圣餐礼拜。当天咱教会嘛有准备车，伫7点20，咱头好去登记，咱要前往中原教会，然后过庄工拜5暗，咱教会游园。也有圣餐的礼拜，圣餐所以讲拜1甲拜5，咱拢有受难者的祈祷会，特别拜4、拜5拢有圣餐，请咱兄弟注意，就是讲即个代志，请咱兄弟注意，尽量伫即个受难者的祈祷会，咱来参甲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为着咱的罪。这是兄弟请咱注意的。过来，咱搁有一个同工有即个复活节的彩节咱逐往年传道部拢会备办即个卵甲气球即个菜倒香旗用事工园来做即个传福音的工作咱兄弟注意，这需要报名，因为准备即个午餐
请兄弟弟。过来第二季的圣感论坛表，若需要用去领取宣教的4年读经的进度来到即个路加福音毋望兄弟弟。过来后礼拜咱要举行即个4月份的受青的庆生4月份的，咱天几过来看团契的消息即个兄弟同弟，即个是日期小可有拍毋着伊说初5就经过，应当是4月12啦其他的部分，请咱各团契的同工特别是咱即个第6点宣团契咱伫4月13礼拜后要来献诗，要来练习啦练习就是迄个4月14迄个树兰州的祈祷会要献诗的咱请咱来注意来注意参加。过来主日学小等的又要上课，就是亲子悄悄乐有要有2届上课要母亲节母亲节要即个发表过来其他的部分即关怀协会有真侪的活动甲迄个5月初3要做即个小夜灯即甲咱大家即个罗伊执事来报名具体关怀部若有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下面的代祷时间咱交。咱三甲来为着咱的国家，为着社会，为着咱教会来祈祷。心疼痛的爸上帝，阮看到即个世间还佫有侪互人困苦、爱面对的灾难，无论是天灾地变，还是人为所犯的毋对。造成战争死失，阮为着安尼来承认人是软弱不足以及有罪，互阮会当替遮个人来承认遮个罪。虽然阮无法度伫现场，总是阮也透过新闻看到伫缅甸所受的灾难甲困苦，嘛无因为助力大个宪法来宪法即个国家。阮搁较仰望的是主你的怜悯甲疼痛，互即个国家回心转意，互即个国家还袂民主化，了侪人受到无自由以及无民主的对待。求上帝施恩，互即个国家伫政治来得到转变，伫救难的革命来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或者困苦的人，或者死心的人，因来得到大大的扶持甲安慰。我嘛要为着乌俄战争来祈祷，为着即场的战争造成无辜人民的死失，嘛看到国际遮个强的国家因政治的角力，我嘛感受到为虾米因为着毋知虾米种的理由原因来发动即场的战争，是为着土地利益，还是民族的自尊心，也是为着背后阮看袂到的遮个利益。求上帝你的公义来实现，求上帝帮助。阮嘛真烦恼，伫台湾的地理位置，阮爱面对强的国家的势力的侵略，总是伫阮的岛屿的顶面，阮要装备家己，会当应付遮个外来武力的威胁，却有内部无共款的声音，求上帝帮助，家己的国家家己救。我嘛相信伫世界，如果若无法度救家己的国家，就诚做强的国家
因嘴边肉，就甲你吞食去，你着失去家己的主体性，甚至你的国家的人民只有听透这强的国家因的声音。阮毋莫安尼，因阮要做家己是台湾即个国家、即个岛屿的主人，愿上帝帮助。愿上帝你互阮的即种智慧，嘛互阮的国会会当赢子来面对将来，会当和谐，会当为着人民来设想，毋是为着家己政治的利益，毋是顾着家己迄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是爱为着现出是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民主。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来带领，求上帝互阮的国家的国策、国政会当按着主你所互愿稳定的路来跑走，嘛缅怀过去侪侪伫即个土地牺牲的人，嘛侪侪伫基层奋斗、努力拍拼的人，阮才有今仔日经济的丰盛。嘛缅怀过去生活的困苦，阮的前辈因努力将经济的基础也拍落遮尔好的基础来互阮，求上帝帮助，嘛互阮的后一代会当敬虔，互阮的后一代对家己要有自信，互阮看见着阮的国家的进步，为着阮的社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求上帝互阮的社会来得到主你的施恩听透，为着阮的教会上帝的施恩，互阮各团体聚会，以及兄弟姊妹彼此相听，和谐，为着阮的信仰会当伫读圣经、灵修祈祷来帮助家己。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现在咱来行平安礼，互相来请安。咱要用圣诗387首来吟上言的诗。愿平安的上帝，互你一尽诚心，搁愿伫最后所基督搁来的时，互恁得到保全，无当嫌。对即事直到永远无煞。阿门。